在云端硬碟看这个记事本档案，竟然是乱码，但是有个方法可以让我们看到正常的字，看右下角，按右下角这个笔的图案，按右下角笔的图案，哦，终于就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汉字啊。六祖坛经中宝本啊，第六品是忏悔品啊，忏悔啊，忏悔啊，忏前愆啊，悔后过啊，忏前愆检讨过去的过失啊，悔后过啊，也就是说下定决心不要再犯错啊，要效法圣贤，效法颜回不二过啊。第九宣诏，宣诏品也有叫护法品，护法品。想要研究可以参考定顺导师所著《中国禅宗史》，中国禅宗史。